怎么回事？都在这明摆着，还要问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谁？上得了我的床，他还能是谁？八一虎他自知不如你，他来找你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。你没有杀他的理由，所以肯定是有人在陷害你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江湖凶险，人心难測了。说得好。这不是他干的。你刚才并没有跟他在一起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干的？凤娘，凤娘，凤娘，你醒醒！凤娘，凤娘，凤娘，龙哥，凤娘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为什么睡到我床上来？你是谁？燕逍遥。你就是燕逍遥，你这个贼子！你无缘无故上了我的炕，连个谢字都不说，还出口伤人。凤娘，胡哥已经死在这儿了。什么？龙哥，你还不赶快给我杀了他！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找个宽敞的地方谈谈怎么样？闺娘，九哥，闺娘，你说真难为了银龙大哥和凤娘了，整日东奔西走的，难得一见。身在飞驼上对，生离死別也是平常之事。小姐，我先进去了。哎呀，真不知道分別以後何日才能相見啊！九哥沒變，還是那麼多愁善感。九哥，你怎麼看這件事情？奇怪啊，這裡好像沒有搏鬥的痕跡啊。吁，走，跟我走。走。请。你在這裡等着。是。葡萄城是個好地方，當年就在這裡，道爺救了我一命。
今夜不管你我誰倒在這裡，都是不錯的了結。有話就直說吧。你為什麼要殺刀爺？有人要買他的人頭。如果我出高價，大俠能否放棄？不能。那就看我这把剑答不答应。凤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虎哥的尸首明明在这儿，我走的时候还在。你看清楚是虎哥了吗？当然看清楚了。凤姐，那是谁杀了虎哥？燕逍遥，除了他还有谁？那你亲眼看见燕逍遥杀了虎哥？没有。如果是，我能不动手吗？哎，凤姐，你能不能冷静冷静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怎么会不见踪影了呢？你敢肯定看见的就是虎哥吗？废话，若不是虎哥，我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凤姐，九哥只是觉得很蹊跷，并没有怨你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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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都怨我好了。凤姐啊，我看这事儿，你先冷静冷静，咱们再想办法吧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是谁给我下了迷药？是谁把我弄到这儿来的？又是谁杀了虎哥？这些事情都没搞清楚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可是你这样子就能把事情搞清楚吗？你们别吵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找到龙哥。他跟燕逍遥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还不走远点儿！看看热闹。你就不怕溅你一身血？就走吧，就走。不愧是天下第一快刀，佩服！过奖了。你知道我的剑法？跟我走。在下奉主人之命来给燕大侠送一辆马车。你的主人真是神机妙算。主人说，如果燕大侠不幸死了，就用这辆车把您拉到城外埋了；如果大侠胜了，就把您送到城外的一家客栈。城外还有客栈？有，城南5里外有一家客栈。委屈六三爷了。你们家主人想得挺周到的。客官，你们住店？哎，请。
哎呀，客官是住店的，啊？你是谁？哎，我就是这家客店的老板呢。啊，哎呀，我的客店是破了点儿，旧了点儿，可它总是一家客栈呢。这往来的客官就有了个避风遮雨的地方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把这里收拾一下？其他伙计呢？哎呀，这是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你说谁肯来呀？客官就请委屈委屈吧。你愿不愿意雇我当伙计？你是说你愿意到这样的地方给我来当伙计？客官不是在说笑吧？不是。姑娘啊，陪我喝酒去。你说什么？他既然肯到我的客栈里来做伙计，我想你们俩一定也是混不下去了。既然他做了我的伙计，那你也是我的伙计了。走走走，陪我喝酒去。等等，我现在不想当你的伙计了，我想当你的老板。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正因为我有毛病，所以才会流落到这里。嗷！这么说，我们这里一直被人监视着。当我和芙蓉要離開，鳳姐和小梅送出來的時候，那人就已經潛了進來，並且在酒中下了迷藥。你是客棧掌櫃的，你就什麼都不知道？那陣子，我正在雙塔客棧打聽白二爺的消息。我怎麼也沒有想到，竟然有人敢在咱們的客棧裡做出這種傷天害理之事。下毒的人會是誰呢？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呢？不管是誰，絕不會是燕逍遙的同夥。為什麼？他們把你迷倒，然後把你送進燕逍遙的房間。這目的就是要嫁禍燕逍遙，好挑起你、龍哥以及咱們商隊跟燕逍遙的仇殺。會不會是燕逍遙故意這樣做的呢？柳三爺要是看見了，一定會非常生氣。決戰的時候，心理上就佔了便宜。也有這個可能。但是虎哥的死或失蹤又是怎麼回事呢？現在看來，對手的目的並不一定是要嫁禍燕逍遙，挑起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仇殺。因為沒有這些事情的發生，我們照樣跟燕逍遙會有個生死的了斷。那九哥的意思是？我現在就去找那個姓燕的。哎，鳳姐，你去幹嘛？我要殺了這個賊子。鳳娘，你先冷靜點兒。你覺得自己的武功能比三哥還高嗎？高不高怎麼了？高不高我也要證明自己的清白。行了，刀爺過去怎麼說你的？你的脾氣也該改一改了。哼！別打了，別打了，老闆，別打了！我可沒逼你，是你自己叫我老闆的。是，老闆，這裡的一切都由你做主了。馬導，不如就讓你來當老闆吧。不過這樣的破店，你說改個什麼名字好呢？住這兒，叫什麼名字還不都一樣？我看不如就叫逍遙客棧吧。逍遙？
逍遙客棧。还有，你现在立刻到店外换上一塊大的牌匾，上面写着“逍遙客棧，生死方便，凡进本店，大钱1万。”啊，就这么个破店，每天有仨瓜俩枣的进项，那就是老天爷开眼了。我去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做生意啊。你真打算要在这儿开店？当然了，让你也尝尝做主家的滋味。我不稀罕。掌柜的，各位稍等，我去一下。这儿还有什么事情要背着我们？哼，客栈是大风堂的，5堂12旗又各有职责，我们不能随便干涉。凤娘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去吧。是。啊，赵总管，有消息啊？啊，是九爷，刚刚探明，燕逍遥去了城外的杀鸡客栈。哦，杀鸡客栈。通知弟兄们做好准备，不要声张。是，九爷。燕逍遥出城了。是。他去了哪里？要不要递字？率人连夜追赶。你先不要冲动，查清他在哪就行了。老板，分儿挂好了，劳你大驾，出来瞧瞧。老板，您喝酒。你的主人是怎么交代你的？让我用心服侍您呢。你的名字真叫啥街？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？玛瑙，你先进去休息吧。3年前，我因命案在身，逃到葡萄城。当我举目无亲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主人他收留了我，讓我以這家客棧為名，探聽各路江湖的消息。看樣子你還幹得不錯。唉，這也是沒有辦法。
委屈你了。这算得了什么？我现在已经将性命都交给你了，看着办吧。好，果然名不虚傳呢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說了。你現在的處境只有2條路可以走，第一條是跟我走，第2條一命歸西。即便現在你可以離開這裡，道爺也不會放過你。燕大俠，這個你就沒必要費心思了。既然你已經決定了，我也幫不上你什麼忙了。把他送到該去的地方。你从来不和歹人来往，为什么店里住着歹人？女菩萨，请为拉姨想想吧。拉姨开的是客栈，拉姨給他們房間住，給他們酒飯吃，然後收他們錢，從來如此。可憐的拉姨怎麼知道來住店的是不是歹人呢？你這麼大人，連孩子都欺負，丟人不丟人？你終於把頭伸出來了，我找的就是你。
我可不想見你。自從我見到你，我就噩夢不斷。最好別動。不然你就死定了。要殺你就杀。有什麼事儘管去找我，但是不要欺負他們。老板娘，你睡得还好吧？哎，燕大侠呢？啊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去找拉伊。哎，柳银龙呢？啊，柳银龙死了。死了？啊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不相信人呢。走。九哥，好有雅兴啊！来，坐下，一塊兒喝酒吧。我沒你那麼好的心情。哼，我看你是肝火太旺。我們飛陀商隊死了那麼多的兄弟，你卻安心在這裡吹簫。我想坐在這裡好好想一想。你還想什麼？我不知道你到底按的什麼戲。哼，我在想，為什麼燕逍遙單單放過了你？
你没事吧？别喝了，还是下去吧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以走。你就会说这句话吗？你要是不爱听，你也可以走。严大侠，自从我住到你们家，给你惹来不少麻烦。如果拉伊不欢迎的话，我可以走。你救了拉伊的家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拉伊怎么能不欢迎呢？你不用客气。严大侠，有人让我给你传个话。谁？他说他是天琴娘子。天琴娘子？他说他有要事相告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也可以不去。就这些。站住！住手！燕大侠，天琴姑娘在里边等你，请跟我来。请。请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是不是来找一个人？嗯。那你没见到这个人，一定很失望吧？我本来就没有任何奢望。难怪女人都喜欢你，你不但武功了得，又很会说话呀。站住！这百花屋是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吗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西域荒蛮，性情刁钻，你真不敢来！我没闲工夫陪你玩。
你为什麼還他來百花屋？我想試試他的身手。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什麼想什麼？你覺得他怎麼樣？我覺得他功夫不錯。我知道，你不是在試燕逍遙，是在試我。姐姐，你太多心了。我告訴你，今後不許擅自行動。你坐这儿干嘛呢？不用你管。哎，你别生气呀，男人都这样。他根本不在乎我，不愿意让我待在这儿。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，哎呀，不会吧？他要不在乎你，他也不可能把你带到这儿来呀。燕大侠走南闯北，在刀刃上行走，我想他也挺不容易的。哎。其实也没什么，